銅鑼灣官立中學皇仁書院有學生喺測驗期間涉嫌公然作弊，校方話會按校規懲處。皇仁書院星期二向家長發通告，話上個月底舉行嘅中史科統一測驗，其中一班有幾名學生涉嫌違規作弊。事件涉及中二其中一班，有同班同學話，當日監考嘅係一名新老師，形容當時嘅情況頗混亂。就有啲同學就好嘈咁樣啦，咁個老師試過制止係即係唔算特別成功啦，咁所以就有同學做一啲唔係幾啱考試規矩嘅問題咯。佢哋係 exactly 做咗啲乜嘢咧？佢哋有啲係有啲抄書嘅，咁亦都有啲嗌個答案或者傾偈，總之就係咯，唔係好合乎考試規矩咯啲嘢。抄書意思即係佢喺櫃艇度係啦，收本書出嚟。校方通告話，由於距離年中考試得返1個月，為免對學生造成過大壓力，唔會全級重考。涉事班別今次中史科測驗分數唔會納入下學期嘅成績計算，其他班別就唔受影響。校方表示，對於嗰幾位涉嫌違規嘅學生，會嚴格按照校規懲處。據了解，校方仍然調查緊事件，暫時未對嗰幾位涉事嘅學生作出正式嘅處分。皇仁書院係官立中學，隸屬教育局。局長蔡若蓮下晝出席活動嘅時候，未有回應事件。而局方回覆話非常關注事件，校方正按校本訓輔機制嚴肅跟進，亦會加強建立學生正確價值觀同行為。局方會提供適切意見同支援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淑儀報道。